蒙面超人 Mice 陸續釋出嘅新預告、玩具圖、人物介紹等等嘅資訊，只係透露咗少少咋，就已經足以引起我哋拉打迷嘅熱烈討論。今期嘅影片將會同大家一齊透過分析現實知識嘅概念、情報線索等等，去列出資訊整合之後嘅發現，繼而同大家進行一場細思極恐嘅劇情走向預測。如果你睇完覺得內容有趣，記得訂閱關注我嘅頻道，同埋俾個 like 我啦，因為影片將會陸續有嚟。首先，為免人物名稱過於複雜，除咗主角 Mice 之外，其餘蒙面超人都會以佢哋動物嘅名稱作為稱呼。咁我哋開始啦。如果細心留意喺預告12同盟黑影圖入面，計算2隻貓在內，應該係會有13個人，但係影子只係得12個人。12生肖嘅動物仍然爭一個，冇錯，就係龍啦。咁點解龍要喺預告入面被刻意隱藏呢？如果佢係佔咗一席重要嘅地位，並且將會係未來重大嘅人物，咁大不了可以以更大體積嘅模糊黑影或者輪廓圖去呈現，向我哋觀眾暗示佢係短期內唔會登場嘅重點角色，而唔係直接將作為本作主題12生肖嘅其中一員直接消失得無影無蹤。又或者，如果劇組係講緊事實呢，會唔會其實佢並唔係未出場，而係已經企咗喺大家面前12人嘅其中一人，同時亦都係蒙面超人龍嘅變身者。龍係12生肖唯一虛構嘅神話動物，亦係高一階嘅生物，其實係同其他生肖動物格格不入嘅。而現有嘅蒙面超人當中，有邊個同樣係同大家格格不入呢？冇錯，就係貓啦。熊貓嘅變身者領高華姆利，日文發音係 Minetaka Kamuri， 有國外嘅網民發現，其中 Minetaka 領高2個漢字亦可以讀作 Neko， 係日文貓嘅意思。同時華姆利中嘅 mu 常常會發生濁音化，又或者係語音轉變而讀作 bu。換言之，卡姆利又可以讀作卡布利，將呢啲讀音合埋一齊，就等於 Neko Kabuli。呢一句日文嘅片語係形容人以扮貓嘅行為去扮豬食老虎，因此呢句片語普遍係用作指某人扮得好友善、假裝好人嘅意思。咁會唔會編劇一開始就以呢一個片語嘅諧音去營造12同盟嘅首領領高華姆利係對立嘅陣營，然後去誤導觀眾，使到大家都忽略咗佢最直接嘅字面意思，一個披住貓皮嘅人。再嚟睇睇熊貓嘅設計係採用咗鮮豔火焰般嘅紅色，亦都十分貼切龍嘅其中一個形象，因此可以先大膽推測熊貓嘅變身者領高華姆利，同時亦都係蒙面超人龍嘅變身者，佢與未來劇情走向將會有住重大嘅影響。預告入面透露，中國玄學嘅12地支已經證實係本作嘅重要題材元素。咁12地支嘅延伸概念3合、6合就一定唔會被忽略。3合係指12地支中嘅某個3支聚埋一齊，形成強大嘅5行氣場力量，亦代表住3方力量互相吸納凝聚，喺八字命理或者生肖配對中，象徵住彼此合作順利、磁場相吸、貴人相助。而我哋回顧一下，至今目前為止12生肖蒙面超人嘅登場狀況，已經登場嘅有7位：鼠、虎、兔、蛇、羊、雞以及狗，而未登場嘅就有5位：牛、龍、馬、猴、豬。12地支3合係指4個由3個地支組合而成嘅3合局。屬鼠嘅3合生肖係猴同埋龍，代表屬鼠嘅人同埋屬猴、屬龍嘅人一齊工作或者合夥，通常都會溝通順暢，力量集中。而鼠嘅6合組合配對就係牛。同樣12生肖典故入面，喺玉皇大帝舉行嘅渡河比賽入面，老鼠因為坐喺牛背上面過河，而就嚟到終點嘅時候突然跳落嚟，於是就搶先第一個到達，成為生肖之首。有可能主角會喺關鍵時刻得到牛嘅幫助，或者係完成咗一個同牛有關聯嘅任務或者行為，使到牛嘅角色喺關鍵時刻起咗一個關鍵嘅作用。而我哋再睇睇以上提及過嘅動物有啲咩共通點？冇錯，所有同鼠有關聯嘅3合、6合生肖一律都係未出場，
情報圖同埋玩具圖上面係冇任何詳細資訊，甚至係喺預告入面被故意隱藏起嚟嘅動物。由此我哋推測，以上三合六合生肖動物呢一個中國玄學概念嘅應用，將會係未來劇情發展走向嘅關鍵。猴同埋龍可能將會加入主角方嘅陣營。由流出情報得知，主角 Mice 嘅強化形態係麒麟，而我哋都知道拉多 X 嘅組合係利用有關聯嘅生肖動物以及非生肖動物配對而成，例如貓捉老鼠、龜兔賽跑。而龍傳說中嘅神話生物係會同神獸麒麟配對，咁咪就係恰恰對應主角會得到身處同一個三合局嘅龍嘅幫助，去為自己強化。大家都了解過劇情嘅內容，主角陰晴奏變身為蒙面超人 Mice 戰鬥，由不可思議嘅手中守護人類；而女主角優菜喺學校入面成立咗不可思議事件研究會，並親自站在最前線調查不可思議。熊貓領高華姆利係12同盟組織嘅領袖，呢個組織同樣係為咗達到不可思議而超越100年嘅時光，喺現代蘇醒嘅集團。因為雙方嘅理念無法達到一致，因此就展開咗激烈嘅衝突。而我哋再了解一下背後嘅典故，傳統12生肖故事只有一隻貓，老鼠同埋貓本身係好朋友。係啱啱提及過玉皇大帝嘅渡河比賽前，爛瞓嘅貓曾經同老鼠約定喺比賽之前要叫醒自己，但係老鼠並冇叫醒貓，導致貓瞓過籠，錯過咗比賽，從此就成為咗世仇，世世代代追殺老鼠。喺劇中嘅故事框架嚟睇，而家嘅情況係由一般嘅認知老鼠搶咗貓嘅位置，變為貓搶咗老鼠嘅位置，可以睇得出劇情走向係一個同傳統典故有反差嘅發展，亦都印證咗編劇係的確有參考住不同嘅典故。喺12地支中，老鼠排名第一，地支為子，時辰為11點至到凌晨1點，係一切嘅開始。而預告中嘅一幕就出現咗貓丑人卯嘅寫法，原本應該係子丑人卯，但係子就被貓直接取代，等同係明示咗貓偷咗老鼠嘅位置。因此喺劇情上，貓同老鼠的確係存在一個對立嘅關係。而我哋整合以上嘅資訊，會唔會100年前12同盟仍然係子丑人卯，一個以古代 Mice 為首消滅不可思議嘅組織？當時全部嘅蒙面超人都係用初代嘅變身器，而呢款變身器需要連接住唔同嘅配件。突然熊貓嘅出現打倒咗12同盟嘅首領古代 Mice， 繼而成為領袖。咁點解熊貓會有足夠嘅力量呢？會唔會係歸功於佢嘅零玩具情報資訊嘅神秘變身器？仲記得喺當初公布3位主要蒙面超人嘅時候，大家都一頭霧水，點解只有熊貓使用一款設計複雜嘅神秘腰帶？而隨住更多預告嘅出現，你有冇發現到呢？喺設計上，我哋可以揾到一個線索。熊貓嘅腰帶貌似係結合咗4款配件變身力量嘅合成腰帶，實力自然就會高出使用其中一款配件力量變身嘅12生肖蒙面超人。以上嘅推論係看似合理嘅貓捉老鼠天敵對立嘅發展。咁但係如果照搬傳統故事，一隻熊貓就已經足夠，咁點解仲需要加入一隻黑貓呢？細心嘅觀眾已經發現到黑貓同埋古代 Mice 係共用皮套，由此可以推測熊貓打敗咗 Mice 之後，將力量交咗俾黑貓嘅角色，俾佢可以變身。咁點解熊貓要咁樣做呢？會唔會古代 Mice 其實係同蒙面超人龍嘅變身者喺度策劃住一場找出元兇或者內鬼嘅秘密行動？會唔會黑貓先係自古以嚟要置 Mice 變身者於死地嘅人，甚至乎係一個秘密地下組織嘅首領？如果當時古代 Mice 正係感受到呢一股外在嘅力量，甚至係組織一早已經被滲透，更加同敵方不可思議有住不為人知嘅連結，於是古代 Mice 變身者與同一個三合局嘅龍作為合作夥伴，俾佢去扮演12生肖以外嘅貓，去做一場大龍鳳，打倒自己，從而引出幕後黑手。而古代 Mice 就退居幕後，靜觀其變。如果係跟住呢一個方向發展嘅話，咁4款古代腰帶嘅發明者分分鐘就有可能係古代 Mice， 佢將力量結合製造出蒙面超人魔王嘅腰帶，擁有住可以牽制其他變身者嘅力量，咁樣先可以保障住佢嘅夥伴熊貓嘅安全。而熊貓以古代 Mice 嘅變身力量呢一個誘因，引出咗喺暗處中虎視眈眈，想暗中攪局
然後坐享其成嘅黑貓。隨後黑貓就變身為裝甲與古代 Mice 一樣嘅蒙面超人，但係就好景不常，會唔會 Mice 同埋龍以為計劃係天衣無縫，但係就錯判咗，原來組織一早就已經有內鬼滲透。呢一個預測可以借鑑 SD 高達武者七人眾冇化武可篇嘅故事情節。正當大決戰嘅時候，光之七人眾打算集合力量，使出合體必殺之際，偽裝成摩亞屈嘅程段突然襲擊成員之一鐵姬武者齋胡，令其被毀滅，而缺少成員嘅光之七人眾就迅速被擊倒，從而令到佢哋輸咗成場戰爭，隨後就被封印。當中嘅齋胡更加被洗腦成為反派。咁會唔會劇中100年前嘅戰爭亦係出現咗類似嘅情節？12組織中嘅幾個內鬼亦隨即開始計劃，企圖向熊貓洗腦，而熊貓亦都將計就計，假裝投敵。隨後就有股力量出現，連同所有不可思議同埋古代變身器一同被封印。直至某個時間點，不可思議再次出現，而當代嘅 Mice 變身者研發出新世代嘅腰帶，就即係攬喺胸前面變身嘅胸帶。於是世代交替嘅 Mice 就獨自應戰至今，而現今嘅使用者陰晴袖嘅時代，12同盟就突然復甦。陰晴袖就當然唔了解100年前同熊貓合作嘅細節，仍知道12同盟嘅首領其實係100年前正義嘅一方。喺造型暗示上，我哋可以觀察到已經登場嘅12地支成員均為西式嘅裝扮。喺劇中，現代嘅時間點係2026年，而100年前就即係1926年。1926年係日本大正時代嘅結束以及昭和時代嘅開始。呢個時候嘅日本經歷咗數十年嘅現代化以及西化嘅洗禮。社會迎來一股都會摩登風潮，咁是否係象徵住穿着西式裝束嘅12地支成員都淨喺度追求外在優越感，並唔係忠於真實嘅自我，同時暗示住成員都係盲目緊相信某樣嘢，淨喺度被某人或者某事物影響，導致一切嘅行為都唔忠於自身。咁樣就印證咗12同盟嘅成員係錯信咗已經滲透喺組織入邊嘅內鬼，因此令到大家都朝住一個錯誤嘅方向前進。喺官方逐漸釋出嘅玩具圖，除咗主角以及對立陣營貓之外，比起其他生肖騎士，兔嘅存在感似乎異常地高。我哋重溫一下官方嘅人物介紹，蒙面超人脫兔嘅變身者對華姆利係極為崇拜嘅，甚至係去咗心醉神迷嘅程度。可以了解到，兔似乎係會為咗熊貓去傾盡所有，甚至願意付出自己嘅性命去獲得熊貓嘅歡心。喺越南版嘅12生肖當中嘅內容係同中國傳統12生肖有所區別，排名第4嘅係貓而唔係兔，而咁啱得咁巧，第4地支貓嘅讀音喺越南語中同貓嘅發音係非常相似。貓久而久之，當地人就將貓取代咗兔，去成為咗代表貓呢一個地支嘅12生肖動物。咁會唔會正正意味住兔喺劇中將會係被其中一隻貓下毒手，從而取代其位置？但係根據我哋預測嘅故事框架，熊貓係忠嘅角色龍。咁如果劇中嚟一場黑影下嘅嫁禍殺人現場，咁似乎就合理得多啦。編劇亦都唔會輕易咁放過相似造型下所造成嘅誤會。咁會唔會黑貓喺分別唔到自身身份嘅環境底下，利用兔對熊貓嘅崇拜，將兔殺害嫁禍俾熊貓，然後就正式取得12地支一席位？大家好，今次嘅作品入邊，拉打主要用嘅道具係叫 Rider Egg， 即係蛋。咁喺12生肖入邊有邊一啲嘢係同蛋有關嘅呢？冇錯，就係卵生動物啦。而12生肖入邊，其實卵生動物嚴格嚟講只有2種，分別就係蛇同埋雞。咁呢一個蛋嘅概念，到底喺劇情之後可以做一個點樣嘅延續呢？前面講過，我哋對100年前嘅故事預測就係原本嘅世界已經逐漸變得和平，但係不可思議喺某個時間點突然之間復活，導致 Mice 要攞起新研製嘅變身器獨戰咁樣戰鬥，直到傳到主角手中。咁有冇機會敵我同源呢一個概念繼續喺本作嗰度出現呢？有冇機會蛇同埋雞正正係利用佢哋識得生蛋嘅能力去
孵化呢一啲不可思議出嚟。呢一啲不可思議本身就係佢哋蛋嘅一啲產物，令到佢哋不斷製造更加多嘅壞人出嚟，去擾亂和平，達到佢哋想做嘅目的。咁點解不可思議喺短暫嘅和平之後突然之間出現呢？我哋估有2個原因。第一就係蛇同埋雞喺100年之前封印嘅時候已經留低咗一啲蛋，將呢啲不可思議嘅蛋秘密咁交到一啲第三方嘅壞人手上，並將佢孵化出嚟。所以呢100年呢，雖然係有怪人，但係並唔多嘅。呢一個係第一種猜測。第二個猜測就係蛇同埋雞有冇可能佢哋已經提早復活咗，令到有更加多嘅怪人可以透過佢哋孵化出嚟。因為其實係冇證據講過話佢哋12個人係同時復活嘅。有冇機會係12地支之中壞嘅嗰一方面已經提早復活呢？然之後靜靜喺社會嗰度作惡，去產生一啲不可思議嘅蛋出嚟。但係佢哋估唔到嘅係 Mice 竟然留有一手，就係佢有新嘅變身器。喺預告片入邊，其實有一個角色係非常之引起鹿仔嘅注意㗎，就係今作嘅蛇，亦都叫做蛇王。首先聽到呢個名，大家有冇覺得同我哋一個好經典嘅角色好似呢？冇錯，就係王蛇啦。就連佢哋嘅日本名都係前後倒轉，一個係王蛇，一個係蛇王。會唔會佢就係新世代令和嘅蛇王，係一個好奸狡嘅存在呢？而承接住上一個推測，如果佢係喺不可思議嘅一方，佢會唔會係一個奸到出汁嘅角色，有佢嘅算盤喺度打緊呢？因為我哋見到佢喺初次登場嘅時候，已經見到佢對 Mice 嘅 driver 虎視眈眈。而值得講嘅係，其實蛇一直以嚟都有個別名，喺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入邊，蛇成日俾人稱為小龍。喂，唔係小龍哥啊，係講緊蛇同埋龍外形係非常之相似。而古人呢，亦都覺得蛇係龍一個重要嘅取材，甚至乎原型添。咁會唔會蛇係一個好想成為龍嘅角色呢？始終龍喺12生肖入邊都係唯一一個唔係普通生物嘅角色，佢係傳說生物嚟噶。而作為小龍嘅蛇，會唔會係好想成為企喺頂尖嘅龍？如果蛇一開始就有呢一個目的嘅話，佢會唔會不擇手段，以為自己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強嘅生物，而實行一個成龍計劃呢？咁到底點樣先可以成為龍？本草綱目曾經有記載，龍嘅形象其實總結係9次，即係身上面有9種動物嘅特徵。咁會唔會係指蛇王以為只要吞食咗其他動物嘅力量，變到好似9次咁吸取其他人嘅能力，就可以成為龍嘅存在？而另一方面，蛇喺生物學上面亦都有一個鮮為人知嘅行為嘅，就係去農場偷雞蛋食啦。佢食蛋嘅時候呢，其實係非常之殘忍噶。首先係用成個口將成粒雞蛋吞落去，然之後用喉嚨推落去體入邊，經過食道嘅時候，蛋殼就會俾佢啲骨慢慢咁樣攪碎，最後蛇呢就會小心翼翼咁將嗰啲蛋嘅精華吸取咗，將剩低嘅蛋殼掠翻出嚟，而剩低嘅蛋殼基本上已經係冇任何嘅養分殘留噶啦。呢個過程可以想象成係蛇吸收咗其他動物嘅養分，成為龍嘅一個原理同埋過程。講完傳說，講完生物學，咁跟住落嚟要講咩呢？冇錯，就係社會文化啦。著名嘅蒙面超人聖誕節詛咒，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自從 XA 之後，每年聖誕節蒙面超人嘅劇情都會有一個大幅嘅推進，可能係有啲重要嘅角色死咗啦，亦都可能係有啲好驚天動地嘅事情發生。而大家知唔知道日本人喺聖誕節嗰度有啲咩傳統嘅呢？冇錯，就係食 KFC 啦。喺1970年嘅時候 ，KFC 做咗一個大型嘅市場營銷活動，因為當時日本係冇食火雞嘅習慣㗎，所以佢哋就想整呢一個傳統出嚟，同日本嘅社會大眾推銷聖誕節就應該要食 KFC， 而呢一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傑出嘅市場營銷，令到日本逐漸成為一個傳統，就係日本人會喺聖誕節食 KFC 啦。跟住落嚟，重點嚟啦，蛇有掠奪而且想成為龍嘅渴望，而蛇亦都會吞食雞蛋，再加埋日本人喺聖誕節嗰度中意食 KFC， 結合呢幾個元素，我哋可唔可以大膽咁推測雞有機會成為我哋嘅聖誕禮物？即係咩意思？蛇王以為只需要吞咗其他生肖嘅力量就可以成為龍，因此佢將同樣可以生蛋嘅雞殺害。咁點解要揀聖誕節呢？第一，當然係日本人獨特嘅幽默感啦。而第二，根據情報顯示 ，Mice 嘅強化形態將會係麒麟形態。換言之，麒麟即係會喺12月登場。所以個情況係蛇王殺害咗雞，吞咗佢嘅能力之後，發現根本就成為唔到龍，或者佢成為咗一隻四不像或者奇美拉啦。而真正嘅龍，即係之前我哋所講嘅熊貓出咗嚟，將龍蛋嘅力量交咗俾 Mice， 令到 Mice 變咗做麒麟，從而擊敗蛇。最後結合以上嘅所有假說同埋線索，我哋嚟一個篇章發展大預測。第一章，
因為熊貓未能透露真實身份，而主角又未理解熊貓嘅行動目的，因此戰局就會係主角對12同盟對不可思議三方陣營嘅對決。中期篇章，蛇就會露出真面目，從而演變為主角對蛇。後期可能就會揭露黑貓更大嘅陰謀，陣營就演變為主角加熊貓，即係龍去對黑貓，呢兩大陣營對決啦。英雄認為同埋預測 Mice 呢一套作品嘅吸引之處以及賣點，將會就係喺陣營千絲萬縷嘅關係，以及同我哋觀眾有共鳴嘅傳說故事色彩渲染下，去有一個精彩嘅故事發展。就連 Mice 呢一個名，似乎都有一個特別嘅含義。而你哋又有啲咩睇法呢？如果你哋開播之後仲記得睇過呢一集嘅話，記得再次翻嚟同英雄一齊討論啦。